呢啲不確定嘅因素都係人為嘅，可以隨時變㗎。嗱，究竟特朗普可唔可以企到咁硬咧？有冇國家美國經濟上面承受住呢一個關稅嘅影響咧？會唔會真係引發經濟衰退咧？如果真係衰退，又會唔會擴散去到全球咧？高通脹會唔會再度出現，令到全球出現滯脹咧？嗱，有啲人咧就話咧，今次特朗普咧一定要幾定定之下嘅推行呢個關稅嘅政策，可能咧係將一啲嘅技術性嘅減稅去到去改變成世界情況我都唔知啊，但係咧我都覺得啊，加關稅之後咧點都會有一輪陣痛嘅，咁可能真係5年之後啦，市場咧就會有一個新嘅人氣模式咧，有機會咧就出現一啲新嘅技術性嘅減出現，總之呢個咧可能就係啲反水咧就去炒嘢啊，就去投資㗎啦。咁啊，但係市場咧係未火送到呢個新模式出現之前咧，應該都係有運行嘅。咁啊，投資市場咧最中意咧就係不確定性，啲理想情咁啊，不如做咗現先，佢哋先再投資好㗎啦。所以呢一 round 咧，美元雖然係今年啊，但係咧都未必真係會完全出手得好過處嘅，因為市況真係好大嘅，係波動性係好高，又好似我上一集咁講啦，講咗出嚟之後咧，嗰啲錢咧其實咧放喺貨幣市場基金咧又可以收住息㗎嘛。咁啊，雖然貨幣市場基金咧都唔會因為佢係投資落一啲數據啊，又或者係啦，係會受短期嘅息率影響嘅。減息嘅話咧，回報都係會跌嘅喎。但頭先都講過啦，而家都唔知減唔減到息，短期內咧減到零息嘅機會咧其實好低嘅咋。所以暫時嚟講咧，貨幣市場基金咧都係相對比較保守嘅。咁今集內容咧就嚟到呢度先啦。如果覺得我呢條影片有用嘅，記得 like 嘅，同埋支持啦。如果大家咧有興趣開發炒啊買貨幣市場基金的話咧，嗱可以拉開影片嘅資訊欄入邊有個 IB 嘅連結嘅。咁啊，因為我同 IB 咧就有合作啦，大家點擊呢個連結咧，可以有翻少少嘅推廣費收翻嘅。咁之後我都會有主要係 IB 咧去 search 一啲合心水嘅貨幣市場基金㗎啦，同埋揀貨幣市場基金嘅建議，大家記住留意我 channel 啦。銷售渠道由專業讓人手問銷售嘅直播咁耐，我哋冇上架費，冇廣告費，亦都冇製作費，即時直播銷售全部送期。我哋專業嘅主播團隊會為你詳盡介紹。